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讲有人爱行棋，有人爱钓鱼，有人爱食鸡肉，特别爱食鸡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过，各位过第三条，有的腔口读做过。台语字典解说过，就是张头毛的意思，甲头毛绑起来，咱讲是龟啊。若现代讲过，会当讲是搬伫头壳顶，或者是塞伫头壳后壁的头毛，有各种的形，像讲拔伫咧头毛尾，或者是龟仔尾，甲头毛拔做敢若是梨仔的形，或者是龟仔梨。若是脚头毛拔做是龟仔形，或者龟章。若是龟仔章，代表讲是古早，讲到女性头毛中央拔鸡头章的所在。现代咱一般来讲，就是鸡头章、鸡头毛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鸡骨，意思就是鸡公头壳顶圆圆泡泡迄块红色的肉丸。第二个词读做龟仔章，头前咱有讲到，若简单来讲，就是鸡头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都已经新历9月底，天气也是遮热人，咱看到阿祖想讲带囡仔去动物园行看咧，伊就把龟仔章来到位，看到乌蹄鸡，嘛有人讲山鸡，虽讲名号做鸡，却无鸡骨，实在真特别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过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